1981年7月29日，英国威尔斯亲王查尔斯王子甲戴安娜伫圣保罗大教堂完婚，吸引3500名来自世界各地宾客观礼，全世界有几亿个人伫看转播，看这个世纪的婚礼。只是两人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查尔斯因为对婚姻不忠离婚，戴安娜是车祸亡生。1994年7月29日，国大临时会议完成修宪3读的听讯。新修订宪法精修条文重点包括第9任的总统、副总统全民直选，条民必须要回国投票。另外，总统甲副总统的罢免案由1/4的国大提议，2/2同意，最后交由选民经过半数以上同意才通过，等等一系列的内容。1996年7月29日，强烈风台赫伯扫过台湾，北台湾真个所在拢淹水，南投县水里、信义、鹿谷山区做大水，造成严重死伤，全台湾的农业损失超过100亿。